警方話，舊年網購騙案按年升咗近30%，總損失金額就升近90%，去到超過3億5千萬。當中有人為咗買演唱會飛，喺1個月之內俾人呃咗近100萬。機不離手嘅年代，網購越嚟越盛行，但係陷阱亦都越嚟越多。警方話，舊年錄得近12000宗網購騙案，按年升近30%，涉款超過3億5千萬，平均每宗損失大約3萬蚊。個案中1成半同演唱會門票有關，涉款1800萬。損失最大嘅一宗涉及一名40歲女子，舊年4月至5月經通訊軟件 Telegram 購買演唱會門票，但係收唔到飛，本身已經被呃咗300蚊。其後再有自稱娛樂公司嘅職員聯絡受害人，誘使佢以優惠價購買多張門票，最終女事主1個月內被呃咗近100萬。喺2024年呢，我哋睇到嘅一個顯著嘅分別，亦都係喺香港有不少嘅演唱會或者大型嘅活動去舉行，咁直接亦都令到牽涉一啲例如演唱會門票或者大型活動相關嘅門券嘅騙案呢，係有上升嘅。警方話，整體超過一半嘅網購騙案涉及3種常見行騙手法，當中4成係假冒正規商家，喺社交平台 Facebook 專頁並聘用打手俾好評。警方提醒，假嘅專頁一般只係經營好短嘅時間，管理人員亦都嚟自唔同嘅地方。另一種係透過拍賣平台 Carousell 假扮買家，要求賣家先提供電郵地址，再向佢發送一個釣魚連結，誘騙佢去到一個虛假嘅 Carousell 交易平台，並要求輸入銀行賬戶資料，從而喺當中嘅資料轉走戶口嘅錢。亦有騙徒以空頭支票嘅方式入數。應該小心查閱銀行帳戶嘅結餘嘅帳面結餘或者係戶口結餘呢，可能係包括呢並未結算嘅支票或者交易款項嘅。警方話，未來會同金管局同埋各大銀行溝通，擴大防騙伺服器嘅應用，審查可疑嘅銀行帳戶，減少傀儡戶口。無線電視記者李淑儀報道。